个苏米我呢，得看六个各种。让少活中，牛呐，我得让人到脚步哎呀呐。哎呀，你们弄爸妈就，我得让人呢到脚步哎呀，怕个啦咪呀，俺呐怕没嘞。那那们弄爸妈就，是说吧那喊你学会乌啥，或者普洱时喊你学会乌啥爸妈嘞，这个那个呢？阿德喊你阿卡啥，家的表个个悄悄会家个呢接来的来头诶，那要被张家人家，老子那路远呢家老人家，家的那喊你阿卡啥皮皮叫度叫呀，喊你阿卡啥自备阿皮苏米奥老乌，送车这样叫阿皮阿个叫帮最早在哈哈米当。哈尼阿卡扎努马拉会陪嘟嘟就很提很，哈尼阿卡扎努马他都操啊，家的那阿卡家啦，他那哈尼阿卡扎有啊那路新nhà某个个，哈尼阿卡扎人生活头嘛拉都拉起某个个啊，个个他个拉都拉起那，哈尼阿卡扎把正，哈尼学会有嘛那路把铺白他มาย่ามาหยอจื้อข้าเบมาเฉิงงาข้าเบมาเธอถอเนจะได้เบียกอโปเชมารูกาเฉิงบามานารูกาเฉิงตะแบงา你把到这维护为了你这你样呢为了你这些样个你谁说吧那喊你阿卡巴正阿苗路谁说吧那喊你学会金红丝喊你阿卡巴正阿苗路金红丝喊你学会摩哈些喊你阿卡巴正阿苗路摩哈些喊你学会摩拉些喊你阿卡巴正阿苗路摩拉些喊你学会普洱时喊你阿卡巴正阿苗路普洱时喊你学会普洱时喊你阿卡巴正拉茶正度阿苗路普洱时拉茶喊你学会普洱时喊你阿卡巴正莫来正度阿苗路普洱时莫来喊你学会那垃圾屋嘛或那个屋啥你这也啊还小呢玉溪市沅江县新平县普洱市莫江县乌拉白了呢喊你阿卡陪了冷正家的冷正阿干嘛的样啊牛阿就别一头啊来超度超嘛嘞喊你阿卡陪陪住家的冷正呢个在跑边卡了是说把那米灯或就头米灯呗别个留看阿姐个个都拉黄啊干嘛个拍呗阿姐家黄啊牛阿虎家的别个呗就喊你阿卡咋的家的别个个特呗阿就好暖啊嘞那哈不吃凉啊天呐5秒后秒好会睇下怕动喊你阿陪搓泡泡特动呗不谈米好哎喊你阿卡陪陪住中国米好那个伢在跑呢那个个在跑嘎正嘎卡里呢嘎正嘎度那湖里湖那个叫水里了嘛嘎路嘎子在路铺出老妈妹是二种伢古哈米茶拉下泥巴来乌拉贝正啊姐哈东西说把那阿卡扎那个特动贝不谈米好哎好多车子罗特康呢代表呢哈尼阿卡扎那错就提就来比如这呢云南个在跑就对头啊呢阿就要就老看那李社江老爸原江老爸老桥贝也爱老三个叫无两三个叫卡贝啊姐牛西说把那莫将乌拉贝叫哈尼阿卡扎住阿胡那家的人贝叫啊姐家的人头那原家都拍掉啊大理最长的咯阿苗咯大理时期来讲啊那不多来讲那好多牙子咯果子咯那好多车子咯特康哈尼阿卡陪陪住那ก็จะมาโยขาเบที่กังขาเนี่ยที่กังขาและมานามาเจนี่ช่างโยชื่อเทวมานา
真是头嘛在你穷啊，头路穷头那，穷么些穷嘛个，得在得多怕呢，得去得么怕呢，得มือ得路怕呢穷啊，还要靠皮皮住那，土了呢，泥了呢，路了，泥了，了，茶了，麦了，写着写嘛了，大呼大哈了，革命呀命了。我家在皮马东水了，我个把皮里东得了，下面得了铺马了来找呢，俺那家的老板有个阿姐，好多车子老卡特卡呗，个在跑脚比从错就和拉哈拉呢，还你要卡脚行呗，孩子拉嘛在面呢，还你要卡咋或比从来个不走啊，个不走那。还要卡得那比穷呗嘛个的，比穷呢比不好嘛，比穷呢比不好米呢，要叫好嘛的咱家，你跑那个接着伊，头把呢嘞那，就呀怕面子好呢，红河老桥或那块老桥呗，还要卡啥我们呢就无用啊，啥子头卡头老个那，还要卡啥康都到我们呢呀，都考到我们呢样啊。特个呗，阿卡多那家的表来哭，家的米多呢表卡流来叫啊。家米那行诶，家的白种诶那比种要路，草椒要白，家的特个白带好你，生怕菜泥最走啊姐，生怕菜泥最来回就帮那最嘛最大个他，最嘛最大个他路诶，送好你要好好生怕听操啊，草毛就叫。就帮苏哈哈尔那，人拍个好，马上提去你哈。时间来讲哎，就帮那，能老呀走好才呗，不上五路为好，啊后面比为高比可来家在他。提好吃你啦，也呗，啊后家或也只也叫比较来家在他。啊在嘛的走那个在，小菜七配毛中，能菜在嘛无标来无啦小米的那。让老爸妈就接到科学下边嘛皮去你个都老啊姐，还有头路为二个爸呢，听到啊，让老爸妈那，啊哈da农村呢还少了哦，就帮牛路为呢，家苗苗没些些那，就帮牛我苗多呢，家呢不晒这啊姐，生怕西表的那，米行本了上了你别老呢，让老就那。还有会干嘛的咱家表呢？个在跑哎，个种个卡里个街头，个种个二没在白家个哎，草毛就那土路提高家努个是，听到啊，家的二上面的石头啊，老爸爸二样样应该那，老爸老切儿哈鲁鲁马提是回答那，比从上有上能提个有好么呢？二康白起火了呢那，然苗。穷子来苗奶奶出河那些，穷子头啊和老二大那要那路，老爸老头白一那，包老俺大白上不哎，老爸老比跑一比不卡个米，菩萨爸妈就那多阿姐讲来那好啊，头了那哈米穷子那，俺老比俺上俺的老妹跑大拉来苦来俺姐，我们嘛个。老比跑就比穷人那，老妹跑老呢，家的人路上啦，穷子到那比穷就跑不有啊，家的人路就比穷那跑得不标呢，还你看绕皮皮那，就都叫呀嘛呀你表演哦，阿个就经常来插桥儿抢等拍板啊姐，还你看皮皮就家的人呢，个种个嘞，阿苗嘛的个特高。妈妈弟弟你来哪嘛多啊？哎好你那二个没在，特个别好哪？好多为呀古车黄呢，好多为呀野车湖特卡别差。家咪那宋朝就在到本来看，家的老呢，你老呢，家的表儿穷啊，还你考多大多考呗？家的表儿穷个哪？提拨哪里的啊？来家咪那哈，特米查哪？还有红个个人好呢，打算个，还要靠皮皮，
那可老头呗，有个阿样啊嘞呐，好多为呀个这国内个好多为呀也这户头卡呗操啊。呀咪那个，喊呀靠皮皮，那可老爸呗真个，好呀比早错下拉老爸呢嘞呐，提阿呗打考提考比娘个啫，安呢阿要混个打考呐，提每年把考比多个啊嘞叫啊。小女儿，我们头中呐，阿舅阿在拍个，阿要会个，喊伢看啥儿，也就在讲小女儿，大考题目你把考比多了呐，啥子个讲查在拍个阿姐，没弄爸爸就，可能呐，和个家个人呐干嘛的，和个嘛就就呐，阿卡婆怕叫你妈。